为了鼓励学生学习传统艺术文化，嘉年特教育基金会对105年成立以来，每一档拢赞助学校相关经费。今年因为疫情，特别举办微电影创作比赛，用影像记录学生学习的经历。26号颁奖典礼，嘛邀请各界做伙来感受台南艺人传承的活力。其中，每天嘛亲自到场宣布评审特别奖，由当兴加咸水国小得奖，场面温馨。嘉年特从100年开始，事实上更早就在关怀这个社会，但从100年开始，对于传统传艺的一个支持跟鼓励，这是一条比较少人走的路。但是台南市是个文化古都，再过3年，我们过了12月31号，就再过2年，就要庆祝建成400年。这条路我们必须坚持，而且必须走。那感谢在嘉年特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点。我们刚刚看到地头港跟仙草2个学校的同学，他们学校的学生人数不多，但是对于传艺的坚持以及努力，却让我们看到了成绩。今年嘉年特教育基金会对了办微电影比赛，嘛捐赠66万团结奖助金，持续为传统艺术教育的推广来努力。我要把艺政跟数位还有文创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想要把它办成我们电影有金马奖，可是我要把它办成艺政的金牛奖，这是我一个创新。那么有了这个创新的想法，我又想，在这个看了所有这个30部电影的这个感想，我非常感动，因为里面有太多故事或太多小朋友讲的，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，是非常触动人心。其实这些小朋友讲的话，等一下大家有空在外面，我们进来会场有一个7公尺的一个背板，有每一个作品最经典的金句在上面。根据了解，为了鼓励学生学习传艺文化，嘉年特除了赞助经费，嘛得出办理学校联合传艺嘉年华，让学生有舞台来展现成果。台南新闻，军职何琼邦采访报道。